再一次一样的哦，是一小节，3、第一个音好了，可是后面又稳。哦，这尾巴有点不太准哦，再一次就好，3、最后一个地方，我昨天想来想去哦，因为那解决我很需要听到，你可不可以男生63小节，大家都唱所以 Tena 也换音好不好？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残留一个那个波尔型的不好听。好，所以所有的男生你们都唱63小节。好，我们试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 OK？来60小节，我们快要 OK 了。3、4、换。然后现在女生撑着，一定要音高要维持到最后。我们从67小节最后2句，3、4、5。阮会当正对祭司来献诗，伫主日面头前带领朋友来敬拜你，这是阮大大的荣光，阮感谢你。阮一定老师指导，一定主持好势，由你坚定阮的心，进入阮内心，阮敬拜中，咱唱出上水的诗歌来敬拜你。阮安尼感谢、尊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也这大家牛早大平安。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圣诗第156首，主爱的爸所疼的主。第156首，咱来吟第一段。
今仔日要吟第1段到第4段、第5段。第1段。再来吟第1段。第1段。丢下阮着做你，多想思阮深深将你呼唤的声音，呼塞你心存敬虔因心。好，咱吟第4段。情高大强强，追求满心欢喜，为通听你这好歌诗，万里长远承受真理，那家嘛那主。这段搁来一摆吼，这段搁来一摆。主海那边所听的主，就真我愿着做你，多想思阮深深将你呼唤的声音，呼塞你心存敬虔因。PPT 第3段吼。愿海汉江高大强强，催主满心欢喜，为通听你这好歌诗，万里长远承受真理，那家嘛那主。佮继续唱咧，最后一段。有你是阮那天路，西渡道前晚上，有你渡我路程遥遥，怎愿你在所讲所行，有你和平三条。好，咱今仔练习到这，请将手机关机，关做震动。
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气力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2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请咱起立，做伙吟。咱同齐出声，用主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就传入灭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荣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53篇，也就是弥迦书第6章。启应文第53篇，我着带什么就近上帝，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帝敢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，也是万万雕刻的油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？上帝要制成公义、心存慈爱、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大家甘心来祈祷。创造万物的上主，万项有拢属伫你，万项物拢对你来。当我清早时看起美丽的穹苍，互阮的心灵得到洗净甲快乐。
我要上赞你创造的奇妙。阮也要感谢你创造阮，保护养饲阮，将阮逐项的福气赏赐阮。特别感谢你无限的仁爱，对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，互阮甲你有结连，成做你宝贵的囝儿。我要诚心来感谢你。阮也要忏悔行你所无欢喜的事，洗除阮拢总的不义，怜悯阮得罪你，袂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互阮伫心灵软弱的时，会当安静阮的心，听你的声，然后行伫你光明的正路中。阮东门教会将要进入第120周年，让阮努力跑走头前的路站，日日亲近主，追求你的真理，互阮的信仰会当流落贵气的油，互教会继续成做正人的祝福。阮也要求你看顾这块土地，阻止一切想要侵犯伊的势力，互国家人民有智慧，不管用什么语言方式，拢是要用心保护疼阮的国家社会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阮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赞美，圣歌队要用仰望的道路来带咱礼拜。我都要我
经，三甲来共听圣经的话，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15节。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15节。亚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事，甲伊用刀杀死巴力所有的先知的代志，拢甲亚瑟别讲。亚瑟别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：明仔载即个时，我若无处你的性命，亲像你处因逐个人的性命，愿生民加倍责罚我。以利亚惊到，就赶紧逃命，来到犹大的巴士巴，将仆人留伫遐。伊家己行伫旷野行一日，来到一丛罗丁树骹，就坐伫遐求死，讲：到野啊，上主啊，当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。伊就倒伫罗丁树骹困去。有天使来大伊讲：起来食。以利亚一日看，看到头壳边有用烧的石头烘的饼，搁有一罐水，伊就啉就食，搁倒落去困。上主的使者第二摆搁来甲答讲：起来食，因为路又真远。伊就起来食，起来啉，靠即边才会力行40暝40日。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伊到遐入去一个洞，伫遐过暝。忽然，上主的话临到伊，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咧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伊又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出来徛伫山顶，伫我的面前。迄时上帝经过，伫伊面前有大搁强的风，山崩照你。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，风了后有地动，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。地动了后有火。上主嘛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衫黄面，出去徛伫洞口。忽然有声临到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咧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。只有剩我一人，因犹原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原路倒去大马士革的旷野。到遐了后，就用油抹哈西做叙利亚王。以上讲道，咱所敬听的牧师今仔要用听见你的声来勉励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用你的话通进入阮逐人的心，互阮对听，阮真正找着你，也知你一直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正做阮的帮衬。愿主施恩伫阮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。阿免，咱逐工拢咧听真侪声音，有足侪声音围雷点伫咱的身躯边。毋过，咱敢清楚知影，啥物是咱想要听的声嘛？逐工出门，有侪人咱讲话，踮伫厝里，咱看电视、看手机，侪声音。一直出来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毋知咱听到啥物。逐日咱有可能读圣经，逐日咱也有可能踮伫祈祷，咱也听到侪声。毋过
到底咱要怎样知上帝你要讲啥物？伫这个世界中间，咱有伤侪的选择，咱会当选足侪项事。当要选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想要有一个较明确的答案。毋茫讲我这个选择绝对是正确，毋过咱伫每一个选择的过程中间，咱到底佫听到啥物呢？我会记得有一摆，我咧面对侪选择的时阵，去问一个牧者，问伊的意见。伊的回答是：看起来吼，你有真侪选择，看起来每一个选择嘛拢对，无一个选择毋对。毋过有可能佫较重要的是，你爱好好去问你的心。你好好去问你的心，到底你想要做啥物？到底你听到啥物？对每一个跟对上帝的人来讲，咱一直咧学习的是听上帝的声。今仔日咱来到伫教会中间，咱期待通过圣经，通过敬拜，通过诗歌，咱也毋望会当听见上帝的声。伫今仔日上帝的话中间，伊带咱进入一个先知的世界。伫这个世界中间，同款，虽然以色列人一直咧跟对上帝，毋过有侪声音也出现踮伫因的生活中间。故事的主角是以利亚。以利亚面对一个王亚哈甲伊的王后亚西别因的挑战。这两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呢？因引入拜巴力的崇拜，所以伫整个的所在，因咧拜巴力，到底拜巴力为着什么？拜巴力上界重要的是期待整个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会当一切拢真欢迎。那巴力，佫有巴力的太太叫做阿夏达。阿夏达重要的是，毋望整个国家会当生养济济。所以照安尼来看，这甲咱所熟悉的偶像崇拜是同款的。期待照着拜者的神来满足讲我对国家的愿望，我对未来的期待。期待透过这款崇拜，我会当知影讲，我安尼做了后，一切拢是正确的，一切拢会当得到祝福。咱会当发现，若是读旧约圣经，真长的时间，因一直咧对抗巴力的崇拜。所以咱大家人就会问：啊，为什么遮个人会想要去听巴力的声呢？其实，照神学家对咱所讲的，巴力的崇拜是人甲上帝做一寡包装，人甲上帝做一寡包装，为着想要符合家己的利益。也就是讲，如果咱今仔日期待一个敬拜，一个对上帝的敬拜也好，对一个偶像的敬拜也好，上界重要的出发点是为着家己的利益的时阵，咱是咧拜巴力，而且拜巴力会当带来真济人的欢迎，因为到底什么人无爱讲我过了真好咧？到底有真好一个人会讲我什么拢无爱嘛？所以拜巴力是为着要满足我家己一切想要爱的物件，期待上帝赐予我所做的代志拢顺时，但是这个顺时是照我的意思，毋是照上帝的意思。期待上帝讲啊，我来拜你了后，你爱大大赐予我，互我踮伫一切的事业，互我踮伫一切所想要做的代志，拢会当大大的拓展。但是迄毋是照上帝，是照咱的。这是拜巴力。先知以利亚踮伫这个处境中间，伊爱整个国家宣讲对上帝来的信息。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尤其伊先亚哈王所宣讲的是，佫煞来全地会安怎？无水通啉，
全地拢会打扫，袂想清楚，但是伊的太太想了足清楚的。如果整个的土地是打扫，安尼代表啥物？阮所拜迄个敢毋是无效啊吗？阮所拜迄个巴力是为着整个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会当互阮整个国家愈来愈勇。你竟然踮伫遮宣讲一个打扫的信息的时阵，你这个信息敢毋是讲阮所拜的是无效的？阿合咧想即件代志，毋过伊的方向真清楚。所以开始有一压迫，开始有一征战点伫遮出来。以利亚上出名的一场战争点伫加密山，伊点伫加密山，甲450个拜巴力的先知点伫遐咧对抗。因点伫遐咧大请拼，所有拜巴力的先知真热情，因热情咧喊话，哪亲像咧敬拜共款。那亲像咧敬拜共款，不断咧喊话，期待因的神会当帮助伊。毋过，无论因安怎讲，迄个神无出现。后来，以利亚通过上帝的开力，杀掉遮所有拜巴力的先知。故事就接到咱今仔日19章啊。当这个消息来到伫王后亚瑟别的时阵，亚瑟别找一个人去以利亚讲啥物？明仔载，我绝对要甲你杀掉，我要互你看到明仔载的日头。伊敢若讲即句话就走啊！敢若讲即句话，以利亚竟然惊。咱真歹想象，毋是前一秒钟。伊一个人拍败450个拜巴力的先知，为虾米即马亚瑟别走来伫伊面前，嘛无对伊做虾米，用一个威胁讲：明仔载我若是无照你对付我遐个先知的方法来对付你的话，愿阮的神来甲我除去。咱无法度理解到底以利亚为虾米惊。有可能，以利亚对伊家己正做先知的积分有一个期待。我拢会当做遮尔济事啊！我会当宣讲上帝的信息啊！因遮的人嘛看到讲这450个已经互人杀死啊！因应该爱转变吧？因应该爱小改变一下吧？无想到讲王后无互遮的物件惊到，颠倒转来甲伊吓惊。以利亚惊，所以伊逃走，带伊的罗卜逃到伫别是巴，迄是一个安全的所在。毋过，以利亚所需要的恐惊，毋是暂时的安全。以利亚需要的是，当伊失去信心的时阵，伊需要恢复伊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信心。迄是对我靠上帝所得到的开力。以利亚所面对的危机，毋是生命安全的威胁，伊所必面对的危机是伊失去信心的问题。所以，伊需要听上帝的声。咱会发现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一直想要车拼，咱一直想要赢过别人。但是伫这个赢的过程中间，到伫上尾啊，咱会发现讲，毋是我赢别人都无代志啊。原来我赢别人了后，佮拄着后一个挑战的时阵，我永远是会惊的。人生的剧本也是共款，咱袂永远拢顺势，定定是即马这一秒钟，咱啥物拢有；后一秒钟，忽然间咱失去一切。以利亚的故事咧，对咱讲生命有济可能性。伫伊每一个故事中间，咱看见啊，伊真勇敢，伊真勇敢去面对450个拜巴力的先知，但是嘛，踮伫王后的威胁的时，伊发现伊生命中间的惊吓。
若是咱搁读圣经搁牵头前，伊也有对一个寡妇真好的款待，也有伊面对伫拿伯的事件中间，伊生命中间真生气。每一个人有伊生命中间无共款的时刻所展现无共款的个性特质，嘛可能在每一个阶段，咱一直咧改变。生命的路，毋是照咱所想的，会当一切照我所计划去行，一无小心，咱就会跋甲嘴高高。所以，找到咱的信心，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。今仔日当咱三自节点伫教会，咱同齐咧敬拜，无论咱点伫拜堂中间，也是点伫线顶。咱有侪人三自节，咱要听上帝的话的时阵，咱也必须认真来听。伫过去这2-3年中间，你到底听到啥物？过去这2-3年中间，咱逐个人确信一件代志，变化真紧，一直咧改变。咱还阁会记无？去年忽然间，所有人拢袂当出门。阁过一段时间了，咱阁正常啊。正常了后，即马阁忽然间，逐个人愈来愈侪人咧确诊，愈来愈侪人受到隔离。可能才几个月的时间，一开始咱阁咧惊讲，敢会是我？阁咧惊讲，我即马互人关伫厝内底，我要安怎办？阁过无几礼拜。到伫即马，毋知你有啥物想法？有的人可能已经感觉讲，不要紧啊，无差，反正就是遮尔侪人咧着，已经无差。详细来看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咱一直咧改变的。咱家己的想法一直咧改变。每一个阶段，面对每一个事件。这个社会咧变化的时阵，咱嘛一直咧变，咱还阁未赴讲适应一个状态的时阵，已经新的代志阁发生啊！所以有当时这造成一个咱生命中间真大的无稳定。原来踮伫以利亚的故事中间，咱发现啊，危机毋是生命中间咱拄着威胁。危机是咱惊讲咱陷入一个无稳定的状况。咱踮伫一个无稳定的状况内面，咱毋知影讲我即马到底要安怎面对明仔载。我毋知影阁煞来，我要阁安怎继续行落去。所以咱期待讲，敢会当有一寡较正确的指示无？敢会当有一寡较清楚的指示无？毋过，咱会发现讲。敢若一点仔拢无法度，这个变化已经超越过咱逐个人的想象啊！咱还阁未赴适应，讲一个月进一间安怎？后一个月代志已经阁变啊！所以现在包括咱即马面对疫情，也是面对这个世界每一个改变的时阵，可能后一个月啥物代志阁变啊！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期待。听见上帝的声，咱期待听上帝的声，咱期待咱会当掠掉什么物件，通互家己会当有搁较侪的把握，互咱家己有搁较侪的保证。以利亚也是同款，伊想要得到保证。行一天的路来到伫旷野，伊坐伫路顶树骹，伊对上帝讲啥物？伊想要放弃啊！伊讲上主啊，我已经无法度啊啦，求你将我的性命来除去吧，我死可能阁较好。真歹想象咧，无偌久进前，一个人会当打败450个拜巴力先知的人，忽然间后一秒钟，伊讲煞去啊，到呀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的性命。我死可能阁较好。天使对伊讲话，
天使对伊讲话，供应伊有食物，所以伊食了，搁困去，困去了后，天使第2摆对伊讲话啊。天使对伊讲啥物？起来，食一寡物件，因为路抑搁真远。伊利亚认为讲，我的路应该到遮会当结束啊吧？伊期待讲，我敢会当遮尔艰苦，我会当到遮，我所有的任务结束，安尼好无？毋过天使对伊讲，路还阁真远咧，路还阁真远。中文日本对咱讲，路途还阁真远，你若无食遮的物件，你会挡袂牢。路还阁比咱所想的阁较远咧，咱需要食一寡物件。所以天使真清楚对伊利亚讲啊，你的路袂点伫遮结束啦，你还阁有真长一段路需要行咧。煞接伊嘛无选择，伊就继续行，行偌久？行40天，行写40暝日，行40暝日来到伫何烈山。对旧约圣经有印象的人，拢会知影，行40暝过何烈山，安尼有一寡特别的代志要发生啊。有一个特别的代志会发生啊，伊秘伫一个洞内面，上帝对伊讲话啊。上帝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踮伫遮咧创啥物啊？你踮伫遮咧创啥物？以利亚安怎回答？以利亚开始，咱会当小想一下，当伊踮伫即个时刻，伊心内底安怎想的？我真无简单，我一个人拍败450个拜巴力的先知，无想到讲遮个人竟然无随时悔改，竟然走一个王后，搁甲我威胁。互我感觉我毋知要搁安怎搁继续行落去，所以我想要逃走。逃到呾，天使搁对我讲：你的路还袂了，你爱搁继续行。上帝忽然间问讲：以利亚，你到底踮伫遮创啥物？可能伊有生气吧，可能伊嘛有真济心内底想要表达的。伊讲：我一直遮尔热心咧侍奉你，但是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啊！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倒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个。因还阁孝顺我的性命，还想要杀我。我见啊无，伊咧想的是啥物？伊咧上帝，伊咧上帝埋怨。我遮尔大发热心咧服侍你，遐个人拢无拜你，敢若剩我一个。伊的焦点是，敢若我，遮个人拢遐尔无认真要服侍你，敢若剩我一个。代志敢真正是安尼吗？代志敢真正剩你一个吗？上帝对伊讲：你出来，徛伫山顶，徛伫我的面前，踮伫迄头前。有大阁强的风，山崩地裂，即个物件开始走伫伊的头前，但是上帝无踮伫遐，无踮伫风的内面。风了后有地动，上帝嘛无踮伫地动的内面。地动了有火，但是上帝嘛无踮伫火的内面。搁较大的声音，山崩地裂。济风，济火，真大的场面出现踮伫伊的面前，但是上帝无踮伫遐。拜巴力的先知宗教狂热，真热情踮伫遐咧喊话、咧敬拜、咧化因的神的时阵，上帝嘛无踮伫遐。若是安尼，上帝伫对。圣经讲。有一个细搁轻的声音，有一个细搁轻的声音，那风吹伫伊的身躯边，煞接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到底踮伫遮创啥物？
伊利亚佫讲一摆啊，伊利亚犹原佫讲一摆，他拄仔所讲的话。但是咱所想一下，即摆伊讲遮的话的时阵，佫是啥物款的感觉？头一摆咧讲的时阵，可能感觉理直气壮；即摆咧讲的时阵，敢若亲像毋敢遐大声。我为着上帝大发热心啊！但是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共款伊员讲啊，敢若剩我一个。当伊讲遮个话的时阵，可能已经知啊，大概我所讲遮个话拢有问题。上帝对伊讲：“你对原路行去大马色吧，转去遐吧，莫互眼前的困难所打败，莫失去信心，莫失去愿望，转去到迄条我为着你备办的路，伫遐你会看见，你会当判，毋是干那你一个人。你转去遐，你需要我新的王，你需要带新的门徒伊丽莎来继续你的工作。你会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路也袂结束，路咱会继续行落去。当咱逐摆咧讲耶稣基督是道路，是生命的时阵，这条路犹原是真的。伊咧对咱讲的是，你会看见上帝的恩典。毋过，咱怎样听上帝的声呢？顶礼拜我甲大家分享，我连续几礼拜甲一个牧读友咧对话。这礼拜佫有新的剧情啊！我佫去找伊，伊佫继续甲我讲，伊讲牧师你讲的有效。伊甲我讲，牧师你讲的真有效。我从来毋捌感觉讲互我互人骂甲遮尔欢喜的，我就愈听愈感觉真奇怪。伊讲踮伫厝内底拢无人敢反抗我，啊，敢若我来到伫遮甲你对话的时阵，你甲我骂甲足欢喜的，我边仔的人嘛看甲足欢喜的。啊，所以伊感觉讲，安尼你讲的话真有效。伊佫继续讲安尼哈，无说你紧的，佫讲一寡话来甲我骂。啊，讲一寡话，佫出一寡功课互我，看我会当得到啥物款新的物件无？踮伫遐我嘛感觉真奇怪。有个人爱我，竟然有人想要爱我，不断骂伊。但是我即摆我甲伊讲啥物？我甲伊讲，我互你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是安静你的心吧。这个功课是安静你的心，互你踮伫每一日，请你踮伫每一日，互你家己有安静的时刻。伫每一天，互你有安静的时刻，无论是5分钟，无论是10分钟，都互你家己有一个安静的时刻。莫着急想要去做啥物，莫着急想要去做足侪代志，想要看手机，想要拍档，都静落来去听，你听到啥物，安尼就好啊。伊一直咧讲，伊讲啊，我逐工才会无闲，趁钱就无时间啊。我哪有时间会当停落来踮伫遮？我讲，迄就是啊，去试看卖吧，去试看卖吧。伫一礼拜的中间，伫每一工去练习一下吧，听看卖，到底上帝要对你讲啥物？这其实是一个真困难的操练。咱有当时咧想的是其实应该比咱所想的较简单，应该无遐尼困难。但是要真正安静5分钟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操练。若是我甲这个人的对话，伫每一天、每一礼拜，有所有的人拢走来问牧师讲：啊，牧师，你会当互我一寡较明确的答案无？你会当甲我讲，我到底人生即马即个选择的时阵，我会当安怎做无？那亲像以利亚嘛共款，以利亚嘛想要爱上帝，互伊明确的指示。
圣经对咱讲的是迄个至轻的声音，但是原文的解释是，迄叫做完全的安静。迄个解释是完全的安静，这真困难呢。我毋知咱有想过，咱要爱有完全的安静是啥物情形无？比咱所想的较困难对无？咱开始咧想，即马无事咧做啥？咱开始咧想，所以即马是爱祈祷啊嘛。咱开始咧想，我阁有啥物代志需要做？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家己有一段完全安静的时间，比咱所想的佫较困难。这个时阵，踮伫教会内面，咱讲好即马来安静的时阵，咱真自然做一件代志，真自然开始祈祷，真自然，因为咱惊讲，这个拍长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原来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咧惊的是啥物？咱咧惊的是，我毋知影过来咧。以利亚是面对这款挑战，一个软弱的先知，对全然的安静中间得到新的开力，所以伊继续向前行。伊继续向前行，伊看见啊，毋是干那剩伊一个人。伊要高哈实做亚兰王，高亚福做以色列王，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伊的工作，阁有真侪人咧。伫迄个安静的过程中间，伊看见啊，毋是干那我一个。踮伫教会中间，当咱有可能拄着困难，有可能拄着咱生命中间无法度去面对的事，毋是干那剩你一个。有侪人踮伫你的身躯边，伫这个无稳定的时代，先知带咱看见新的画面。伊讲。毋是干那你一个，伊讲的，伊早都备办，有侪人就踮伫你的身躯边，阁有上帝也踮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咱会当继续出发，咱会当为别人，为着别人来付出，咱会当为着上帝所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来努力。对完全的安静中间，咱会听见上帝的声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：风浪大声，地大震动，风无煞，毋过听袂见你到底要讲啥物？伫宗教的灯光活力四散，大声喊话，犹原听袂见你要讲啥物。我听，内心会惊吓。我伫安静的山洞，我讲深切的期待。听见你的声，伫至美细的所在，伫至温柔的风，
伫至安静的心，答我知，我愿，我行，愿咱听主的声，照伊的话去行。咱做伙要透过一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。咱做伙来吟圣诗156首。同齐来祈祷，主当管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听阮的声。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面对世界的变化，面对生命的变化，阮有一个惊吓，阮有一个无稳定，踮伫危机的中间，哪失去对你的信心。毋过，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听见你的声。伫每一日安静的时，伫每一日阮祈求你的时，伫每一日阮呼求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听你的声，互阮清楚知你的指示，也愿意照安尼去行。愿主施恩点伫阮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用奉献，咱今仔日也特别为着教会的文字宣导来奉献。文字奉献点伫咱教会，除了咱有教理考场、教理一个所在分发遐个福音单张传福音以外，伫今年中间也做出版的工作，包括牧师的诗，也透过这文字的事工做伙来努力，所以也邀请咱共同来关心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务，大家来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，咱后礼拜的进度是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到13节，请咱做伙注意。今仔日咱也为着本会文字传道的事工共同关心甲奉献。顶礼拜有甲大家宣传，咱踮伫9月份到12月份，咱会甲南神的推广教育中心合作启示录的课程，邀请南神的客座老师孙宝林牧师来做咱的讲师。所以也邀请咱，如果咱想要对启示录有搁较侪的了解，会当欢迎咱踮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过来咱教会的立德昌兄弟民主稳调吼，所以咱会踮伫拜五的早起，伫殡仪馆来举行日间告别礼拜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嘛想刷一件代志，咱三体祈祷，咱教会曹明兄咧住院，因为胃溃疡，所以伊即马住院踮伫新老病院，伊又甲我讲。可能爱拜五才有法度出院，所以嘛邀请咱为着曹明来祈祷。伊昨住院了后，阮办公室大家人讲，系啊，伊到底逐礼拜做啥物代志？今早起问要安怎处理所有代志，所以才发现讲，其实有曹明真做咱的帮衬吼，带互咱真大的祝福。所以其实有侪每礼拜踮伫姊妹社的所在咧服侍的人，拢真做咱真大的稳定。所以咱也继续为着曹明关心甲代祷，期待伊会当赶紧通得到恢复。我做以上这报告。三甲来金上言的诗，圣诗第389首，俄罗上帝至权至尊，请起立。同齐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逐人的心内，互咱听伊的声，互咱照安尼去行，也互咱得到济济福气，带互身躯边每一个需要的人，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免。